继续，咱要来关心这件意外的消息。屏东枋寮渔港灯塔海峡，昨天下晡3点40分的时阵发生渡水的意外，有7个15岁至19岁学生伫咧附近的海峡耍水，不过却是去互海涌加落海底。6个人有救起来，不过却是有1个人找无。搜救人员今仔日早起是继续找找。最新的消息是，失去联络的这个学生伫咧早起7点20分的时阵找到，不过已经不幸归亡。 这热天，常常甲朋友去海边耍水佚佗，暗过伫烦恼耍水的时阵，惊险意外也可能暗藏伫身躯边。7个国高中生15下晡小学枋寮渔港耍水，想要到一家人，煞互海流愈带愈远。就伫这个危急的时阵，2阿兵哥倒伫现场，看学生陷入险境，马上提救生圈，无顾危险跳海救人。 2人受将近300公尺救人，加上附近人甲海巡署的斗相共，陆续将5个渡水学生拢救起来。现在本体人员在确认溺水人员，溺水人员的呼吸状况。有学生被救开时阵，面色青笋笋，脚手无力；另外一个学生家己受尽花。不过，有一个高中生下落不明，继续搜救当中。并于15时51分分别救起5名遇难学生。 15时55分，另一人成功自行爬上消波块，由海巡人员安全接驳。目前尚有1名学生失联。就伫枋寮这渡水意外发生的时阵，台南局长也传出事故，有民众看到一个20多岁查甫人跳后溪了后，都无看影者。伊来钓鱼啊，咸爽啊，钓鱼啊，钓鱼。唔是遮做工过，伊捌伫遮做工过，伊的头家都会遮。 消防人员出动13台车，36人超吹，加上接到消息也赶到现场调集要等。虽然超吹超过2点钟，不过依然无看到查甫人影者。山下有无人机搜寻，目前是没有发现。那我们的消防人员持续搜寻了2个小时，目前还在搜寻中。 最近天气正热，不过无论海边或者是溪啊，地形变化、暗流拢可能充满危机。民众到水进前爱评估风险，找找适合耍水，而且有救生人员在场安全水性，这样欢喜耍水，平安回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